咁我同大家去拆解一下啦。其實有4個基本嘅事實。事實一就係你俾咗一大筆錢出嚟嘅。事實2就係保險公司攞咗你筆錢啦。事實3就係保險公司承諾喺未來會固定咧派錢俾你。而第4個事實咧就係承諾嘅終止條件就係你死咗啦。咁問題就嚟啦，你嘅錢再加埋保險公司嘅承諾，其實係本質上係啲乜嘢呢？本質上其實係一個金融嘅合約。咁呢個金融合約入邊咧混合咗2個好重要嘅金融概念。第一個概念咧就係投資管理嘅，第二咧就係風險池化。咁咩投資管理呢？就係保險公司佢攞咗你筆錢啦，你筆錢就唔會擺喺床下底嘅，就係會同其他即期終身年金嘅投保人嘅錢咧集合埋一齊，然之後咧進行一個投資管理。但係管理呢一筆錢嘅時候咧，其實都有風險嘅。個風險就係啲乜嘢呢？就係長壽風險。長壽風險嘅意思就係我活得比預期長。保險公司有個精算師嘅，佢就會計一計平均大家會喺邊一個嘅年齡入邊去死亡啦。越長命嘅人咧就喺保險公司入邊咧賺到錢。有啲人長命，咁有啲人咧就比預期係短命啦。咁如果係比預期壽命早逝嘅人咧，佢哋當初投入嘅本金同埋收益咧，就會係補貼翻咧比較長命少少嘅人啦。所以比預期活得長嘅人咧，佢哋有一個獨特嘅紅利啊，就係存活者嘅紅利，就能夠喺終身年金呢個獨有嘅產品入邊咧，可以係獲得嘅。咁保險公司大家都知道唔係一個慈善機構啦，佢有3個角色咧，其實扮演緊嘅。第一就係資產管理，管理大家投保嘅錢啦。第二就係要做翻風險管理，風險就包括頭先所講嘅長壽風險同埋死亡率嘅風險。第三，佢作為一個服務嘅供應商嘅話咧，佢喺盈利上都有唔同嘅服務係提供俾大家，包括係客戶服務啦、銷售服務啦、廣告宣傳啦等等等。大家最關心嘅就係你每個月收到嘅錢其實係咩錢嚟嘅呢？係由乜嘢去組成嘅呢？其實每個月收到嘅年金咧係由3部分去組成嘅。第一就係你嘅本金返還，即係有部分嘅錢咧係由你嘅本金嗰度咧去派翻俾你嘅。第二就係保險公司嘅投資收益啦。第三就係存活者嘅紅利。呢個存活者嘅紅利咧就係講緊比預期壽命早逝嘅補貼翻咧比預期壽命咧更加長命嘅人。但係咧，本金嘅返還、投資者嘅收益同埋存活者嘅紅利咧，一定要扣埋咧保險公司營運嘅成本同埋利潤咧，先至係派翻俾你嘅。如果用翻一段嘅説話去講即期終身年金嘅本質嘅話咧，我就會係咁樣理解嘅。即期終身年金咧，其實係一份金融嘅合約啦。你將你嗰一筆錢嘅流動性同埋所有權咧，轉讓咗俾專業嘅資產管理同埋風險管理嘅機構，例如保險公司啦。咁呢個機構咧就會將你嘅資產啦同其他人嘅資產咧匯集起嚟進行投資嘅，共同分擔長壽嘅財務風險啊。作為回報，你攞到啲乜嘢呢？就係保險公司承諾向你咧終身支付一筆嘅現金流，而呢筆現金流係嚟自於你嘅本金啦、投資嘅收益啦，同埋咧對到同你活得唔夠長命嘅人所留低嘅補貼嚟嘅。但係支付每個月嘅年金之前咧，要扣埋咧保險公司運營嘅費用啦，同埋係利潤嘅。用終身年金規劃退休收入咧，有啲風險同埋限制嘅。終身年金嘅設計咧，係諗住你長線持有啦。如果你提早退保嘅話咧，係會有重大嘅損失嘅。第二就係通脹嘅問題。今日一包米可能你用100蚊買到，同樣都係一包米，可能過咗10年、20年、30年之後咧，就唔係再係100蚊嘅喎，可能係150蚊或者200蚊先至買得到。咁你會見得到啦，你同樣嘅錢嘅購買力咧就會係越嚟越低，呢個就係通脹蠶食大家嘅購買力啦。第三就係好多老友記都關心嘅流動性嘅風險啊，就係你筆錢咧買咗年金之後會係鎖定咗嘅。咁如果有啲突發嘅重病嘅話咧，未必能夠係咁流動，可以俾到一筆大嘅錢俾你去緊急應急。第四就係非保證嘅利益，以呢榮所屬公司嘅終身年金為例啦，有多項嘅因素咧會影響呢個非保證利益嘅表現嘅。一個銀仔有兩面，咁佢同時咧都有啲個好處嘅。透過終身年金去規劃你嘅退休收入咧，有5種好處。咁第一就係安全性，佢其實咧係一個法律嘅金融合同啦，佢都會受到第41章保險條例保護。第二就係終身性，無論你活幾耐，你都能夠領幾耐，你能夠係有尊嚴咁樣去享受你嘅退休生活。第三就係穩定性，每個月準時出糧入你銀行戶口，你個心都會定咗好多啦。第四就係增值性，視乎每間公司嘅終身年金嗰個產品結構啦。以呢榮所屬公司嘅年金為例啦，你有機會係享受到更高潛在嘅回報。
第五就係靈活性啦，間終身年金個嘅結構同埋條款都唔同啦，而坊間有啲嘅終身年金呢，佢提供一種叫做中期紅利鎖定嘅功能，能夠幫助你喺日後喺個終身年金嘅中期紅利入邊呢，提取一筆嘅錢去緊急應急嘅。如果大家想晚年安定嘅話呢，其實可以考慮呢多元入息嘅組合，幫自己創造一個有尊嚴、有確定性嘅幸福晚年。當你越了解積極終身年金嘅時候，你會發現佢係一個好正嘅現金流管理嘅工具，佢能夠提供同你生命等長嘅穩定嘅現金流，保障你每個月都有穩定嘅退休收入，同時佢都幫助你有更大嘅意識，退休之後每個月應該使幾多錢。講咗咁耐，我係邊個呢？我係叻榮啊，叻榮所屬嘅公司係 ESA 安盛保險有限公司，而我主力咧喺3方面幫大家，其中一方面咧係退休收入終身有保障。當大家真係考慮緊積極終身年金配合長者生活津貼嘅時候呢，咁呢個係一個複雜同埋重大嘅決定嚟嘅，啱唔啱你呢？係取決於你整體財務嘅狀況啦、風險承受嘅能力同埋家庭唔同方面嘅需要考慮。如果你發覺呢個退休嘅策略同你有關係，你又有興趣了解更多嘅話呢，我建議你聯絡好似我一樣持牌嘅理財顧問，進行一個合規免費初步諮詢同埋財務需要分析，咁樣先至能夠度身訂造一個最符合你利益嘅方案。我嘅願景係創造一個有愛、喜悅共贏嘅世界，而我嘅使命係協助大家保富、創富、傳富、積財、聚財、施財。多謝你好耐心睇到呢度啊！自我增值由栽培自己開始。如果你發現呢榮嘅影片能夠為你帶嚟價值嘅話呢，歡迎你訂閱我嘅頻道，撳埋鐘仔，呢榮一有新片你都會即時收到通知。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都幫到其他人嘅話呢，我都鼓勵你將呢份嘅喜悅同埋祝福呢分享出去。好啦，我哋下集再見。